喺澳門，貴賓廳唔係你想入就入到嘅，門口嗰扇暗金色大門冇門牌號碼，冇指示牌，每日俾人推開嘅次數100次都唔夠。推門嗰個人手上面揸住嘅籌碼最少100萬港紙起跳。好多人以為能夠坐喺張真皮梳化上面嘅人，個個都係身家過億嘅頂級富豪。錯啦，貴賓廳入面超過一半嘅常客，3年前都不過係一個喺散台前面企住玩，連免費紅茶都唔好意思攞嘅中場遊客嚟嘅。佢哋唔係天生嘅豪客，佢哋係俾一套精密嘅工業流水線，由一個普通人一步一步練成 VIP 嘅。周海生，38歲，浙江寧波人，做小家電配件出口。2022年夏天第一次嚟澳門，係陪一個深圳客戶考察，順便行客。嗰晚自由活動，佢喺威尼斯人中場換咗3000港紙籌碼，玩咗個幾鐘百家樂，贏咗800蚊。走嗰陣，佢同個客戶講咗一句：呢度唔可以成日嚟㗎，好易上癮。佢講嗰陣係真心㗎，語氣入面帶住一種旁觀者嘅清醒。2年後，周海生坐喺永利嘅一間私人包間入面，面前堆住面額50萬港紙一塊嘅籌碼，佢間廠已經抵押咗。老婆帶住個仔返咗外家，微信頭像換成全黑。佢用2年時間行完一條被精確設計好嘅路，而佢到今日都唔知道呢條路由佢第一次拍卡入場嗰秒就已經鋪好晒。喺賭場後台嘅 CRM 系統入面，每一個第一次入嚟只換幾千蚊籌碼玩一陣就走嘅人都會自動被打上一個標籤：低價值遊客。但呢個唔代表賭場放棄咗你，啱啱相反，喺你拍卡入場嗰秒，一套叫種子培育嘅流程就即刻啟動咗。周海生第一次嚟嗰日根本冇人理佢，冇公關，冇疊碼仔，冇免費飲品。佢喺散台前面企住玩咗90分鐘，自己行去吧台斟咗杯白開水。呢個係佢離澳門賭場工業最遠嘅一次，但係同時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起點。佢嘅每一筆投注數據都被嗰張銀色普通會員卡記錄低，投注頻率、平均注額、止蝕點、離開時嘅盈虧狀態，喺場內餐飲區嘅消費記錄，所有數據實時進入中央數據庫，系統幫佢打咗個初始評分3.6，滿分10分，未夠頒令任何公關出動，但夠咗，夠被標記為一個潛在可培育對象。點解係3.6？因為宣發捕捉到咗4個關鍵行為。第一，停留時間超過90分鐘，即係話佢對博彩有超出打卡體驗嘅投入度。第二，佢贏錢之後冇加注，反而主動離場，即係話佢有基本嘅自控力。自控力喺賭場眼中唔係優點，而係一個指標。呢種人一旦失控，崩塌嘅程度會比一嚟就輸光嘅人更徹底、更持久，產生嘅終身價值更高。第三，佢離開前喺餐飲區消費咗一碗68蚊嘅雲吞麵，冇用積分兌換，俾現金。即係話佢喺生活入面習慣使錢買便利，對價錢唔敏感。第四，佢辦會員卡嗰陣填嘅職業資訊同入住酒店等級，經過交叉比對之後，確認屬於中小民營企業主群體。呢個群體喺數據庫入面有個共通標籤：現金流波動大、抗壓能力強、可抵押資產集中。呢4個數據組合埋一齊，喺精算師嘅培育模型入面就係一粒慢熱但極高價值嘅種子。周海生返到寧波，日子照常過，廠房每日要發幾百箱配件去義烏，佢忙到冇時間諗澳門嘅事。3個月之後，佢接到一個電話，電話嗰頭係個年輕女仔把聲，普通話好標準，自稱係威尼斯人酒店客戶回訪部嘅，話周先生你上次入住嗰陣有份積分禮包未領取，下次再嚟可以免費升級套房，仲會送2張新濠影匯嘅摩天輪門票。周海生壓咗一下，佢唔記得自己留過電話，但係對方知佢個名，知佢上次住邊間房，知佢喺賭場刷過卡，佢覺得應該係正規渠道，客客氣氣咁講咗聲多謝。收線之前，個女仔順口問咗句：周先生，你身邊有冇朋友都想嚟澳門玩嘅？我哋可以發邀請函免房費。周海生話暫時冇。女仔話唔緊要，你記得我微信，下次嚟之前同我講聲，我幫你安排好。呢個電話喺行業入面叫做觸達喚醒。根據統計，第一次接觸之後嘅6個月內，客戶嘅2次到訪率只有8%。但賭場唔在乎嘅，佢每年要打幾百萬個呢類電話，等嘅唔係嗰92%，就係嗰8%。因為嗰8%入面嘅人，每一次返嚟都係一次行為數據嘅保存，都係一次向培育漏斗深處滑落嘅開始。2022年國慶，周海生第2次嚟啦。
今次唔係陪客戶，係佢自己嚟㗎。出發前佢 send 咗個信息俾嗰個叫小路嘅客戶經理，對方真係幫佢留咗間免費套房，仲安排埋發財車去口岸接。到咗酒店，小路喺大堂等佢，着深藍色制服，戴一副無框眼鏡，笑起嚟好專業。佢遞上房卡，完全冇提任何關於賭嘅嘢，淨係講咗句：周先生難得嚟一趟，好好放鬆下，有咩需要隨時揾我。嗰晚周海生喺中場換咗5000籌碼，唔係3000啊，係5000，數字嘅提升非常微妙。佢幫自己揾嘅理由亦都夠合理。上次贏咗啊嘛，今次本金多少少，當係用贏翻嚟嘅錢玩。佢唔知道嘅係，小路已經透過後台系統睇到佢嘅進場記錄，並喺佢嘅客戶檔案入面加咗行備注：性格偏保守，需透過外部獎勵觸發加碼行為。外部條件嚟得好快。第3日夜晚，周海生喺散台上面輸到剩低1000幾蚊，準備翻房瞓覺。小路啱啱喺呢個時候出現喺佢身後，話：周先生，不如去飲杯茶。喺茶水間入面，小路介紹咗個人俾佢，華哥。華哥係貴賓廳嘅疊碼仔。小路話呢個係佢朋友，平時招呼高端客戶嘅，今晚啱啱得閒。華哥遞咗張卡片，上面得一個名同一個澳門手機號碼。佢話：兄弟，下次嚟直接揾我，唔使喺大廳逼，我帶你入去坐下，環境好好多㗎，茶水免費，籌碼仲可以先拎後走。周海生將卡片袋入褲袋，冇太上心。返到寧波之後，事情開始起變化。佢嘅小家電配件生意正面對困難，外貿訂單下滑，原材料加價，廠房每個月嘅開支壓到佢唞唔到氣。佢喺辦公室計數，越計越煩，手邊放住手機，朋友圈碌到小路出嘅澳門夜景，嗰個從來唔提到，只係出風景同美食嘅小路，佢撳咗個讚。1分鐘後，小路 send 嚟信息：周哥好耐冇見，最近忙唔忙？得閒過嚟澳門散客心。呢個周末有個唔錯嘅演唱會，我幫你留2張飛。佢去咗2023年3月第3次，今次佢直接揾華哥。華哥帶佢入咗間冇門牌號碼嘅貴賓廳，入面得一張台，3個賭客，燈光比中場暗少少，空氣入面冇煙味，得淡淡嘅香薰。一個着旗袍嘅女侍應捧嚟一杯普洱茶，免費。周海生喺呢個廳第一次換咗10萬籌碼，唔係5000啊，係10萬。10萬蚊佢廠房2個月嘅純利。換嗰陣佢心跳得好犀利。華哥喺旁邊用一種好平淡嘅語氣講咗句：兄弟，喺度玩嘅都係自己人，10萬蚊就係個零頭啫，放鬆下。嗰晚佢贏咗4萬。華哥話：你睇我話㗎。周海生 send 咗條微信俾老婆：生意嘅嘢唔使擔心，我有辦法。呢條微信後來成為離婚訴訟入面佢老婆嘅律師反覆引用嘅證據。2023年5月到8月，周海生嚟咗澳門4次，幾乎每個月1次。頻率曲線被賭場嘅後台系統畫成一條陡峭上升嘅紅線。佢嘅檔案正式被標注為高活躍度培育對象。會員卡由金色升級到鑽石，再升級到黑卡。每次升級，小路都會 send 一條祝賀微信，連住一串專屬權益連結，免費接送機、米芝蓮餐廳免單、演唱會 VIP 席位、專屬直升機睇澳門夜景。呢啲權益每兌現一次，佢嘅信用評分就上調1個等級。唔係金融信用，係賭場內部定義嘅可榨取預期值。呢段期間發生咗一件喺行為金融學上被稱為域值錨定嘅關鍵事件。6月份嘅一個深夜，周海生喺貴賓廳用10萬本金贏咗52萬，52萬比佢廠房全年順利仲要多。佢坐喺張椅上面，手震到連茶杯都揸唔穩。華哥喺旁邊拍住佢膊頭話：兄弟，你今日就係賭神。小路 send 嚟微信：周哥太犀利啦，下次嚟我請你食飯。嗰餐飯後來冇食到，因為8月嗰次佢輸咗60萬。佢將嗰52萬全部嘔翻出嚟，仲倒貼多8萬。返到寧波之後，佢成晚瞓唔着，個腦不斷重播牌局。如果嗰鋪冇加注，如果嗰鋪佢唔追莊，如果能夠多10萬本金翻嚟，根本唔係問題。佢唔係後悔輸咗60萬，佢係盤算緊點樣籌夠下一筆本金。佢諗到嘅辦法係將間廠抵押，一套估值300幾萬嘅廠房加設備，喺地方農商行借咗120萬。佢同老婆講話要擴大生產線，老婆信咗。結婚14年，周海生從來冇做過出格嘅事。
呢個喺澳門貴賓廳已經連續活躍咗7個月嘅中年男人，喺老婆眼中仲係一個每日7點半出門，夜晚10點返屋企，週末帶個仔去上補習班嘅小老闆。抵押款到帳嘅第3日，周海生坐入咗一間真正嘅私人包間，唔係之前嗰種細貴賓廳啦，係得一張賭台，荷官班長、專屬公關3個人圍住佢一個嘅包間。100萬籌碼整整齊齊碼喺面前，全部係面額10萬同50萬嘅大碼。華哥企喺佢身後，對荷官講咗句：呢個係我兄弟，同我好好招呼。私人包間嘅燈光比貴賓廳更暗，空調溫度更低，台面冇時鐘，牆上面冇窗，賭場嘅香薰系統喺呢度被調到最高濃度，嗰種混合咗佛手柑同雪松木嘅氣味，會令人喺不知不覺間放鬆對時間嘅感知。呢套環境控制系統係請咗神經科學顧問專門設計嘅，唯一嘅目的就係令坐喺張椅上面嘅人忘記3件事：而家幾點，佢喺度坐咗幾耐，台面嘅籌碼曾經值幾多錢。周海生嗰晚贏咗30萬，華哥話：兄弟你運勢正旺，不如加多少少。佢加咗，第2晚輸咗50萬。第3日凌晨，佢手上面剩低20萬。佢望住荷官，眼神已經完全變咗。唔係焦慮，唔係憤怒，而係一種恍惚嘅麻木。佢同華哥講：我要借錢。華哥嘅表情冇任何變化，由公事包拎出一份已經打印好嘅借款合同，年化利息寫喺背面，啲字好細。周海生簽咗50萬港紙，日息5/1000。佢借嘅唔係高利貸，係貴賓廳廳主自己放出嚟嘅頭寸，合法嘅，有合同嘅，違約係可以跨境追償嘅。50萬喺3個鐘內歸零。佢再借多30萬，又歸零。朝早7點，周海生坐喺包間梳化上面，面前籌碼清零，煙灰缸塞滿晒煙頭。華哥已經走咗，接更嘅公關幫佢斟咗杯暖水，乜都冇講。嗰杯水嘅溫度同斟水嗰陣嘅沉默，全部都係標準操作流程嘅一部分。佢行出賭場大門嗰陣，太陽已經升咗起嚟，路氹成嘅大理石路面俾陽光照到發白。幾個清潔工正用高壓水槍沖洗緊樓梯級，佢企喺門口，手機上面37個未接來電，全部都係老婆打嘅。佢冇覆 send 咗條微信俾一個喺深圳做電器嘅行家：兄弟，我想將間廠盤出去，你幫我問下有冇人要。間廠喺1個禮拜之內賤賣咗，120萬抵押貸款加50萬私人借款加利息，清算完佢手上面得返7萬蚊，佢將7萬蚊轉俾老婆。附咗一句對唔住，老婆帶住個仔返咗外家，委託律師起訴離婚。協議書上面寫嘅理由唔係賭博，係感情破裂。佢已經唔想再追究嗰啲錢到底去咗邊。周海生冇返寧波，佢留喺澳門住進咗關閘附近一間每日80蚊嘅床位房，上下隔床，6人間。同房嘅人入面有3個係同樣輸到清袋嘅賭徒，有一個係專門幫人排隊買手信嘅黃牛。有一個係由湖南嚟嘅非法勞工，佢日頭喺口岸附近幫人拉行李，一日200港紙，夜晚就去賭場行個圈，唔係去賭啦，佢已經冇晒錢，就係企喺散台後面睇人哋玩。有一日佢喺大廳撞見小路，小路着住制服，正帶緊一個新客辦卡，嗰個客睇落40出頭，着住件有少少逼嘅 polo 恤，手上面揸住身份證。表情帶住第一次嚟嗰種好奇同拘謹。小路微笑住遞上會員卡，話：先生，你辦好卡之後可以享受積分兌換，以後嚟之前同我講聲，我幫你留房。個客不停點頭，話：好好好，唔該唔該。周海生同小路四目相對，小路嘅眼神冇任何波動，完全冇認出佢嘅跡象。佢已經唔再帶佢啦。佢喺系統入面已經由高活躍度培育對象變成咗已清算客戶，被歸檔入數據庫最底層嘅灰色文件夾，同幾萬個同樣被榨乾最後一滴信用嘅名疊埋一齊。佢嘅檔案入面最後一條備註寫嘅係資產歸零，無可抵押物，建議終止維護。周海生後來同房嘅室友講過一句話，佢話：我以為我係 VIP， 後來先明我只不過係 VIP 流水線上面嘅一件原料。佢哋唔理我輸贏，淨係理我幾時到期。個室友問佢到期即係點解？佢話就係你輸到清袋嗰一刻，佢哋算得比你準。喺你輸清之前，佢哋每一步都計好晒。你幾時會加注？幾時會借錢？幾時會賣咗間廠？全部都喺佢哋個模型入面。你覺得自己賭緊錢，其實你只係配合緊佢哋完成一個一早寫好結局嘅劇本咋。
個室友再問：咁你而家仲返到轉頭？周海生冇出聲，轉身面向牆壁，牆壁上面貼住一張催交租金嘅紙條，紙條下面有一條由天花板延伸到床腳嘅裂縫。小賭不怡情，沉迷生慘案，唔賭先正係真嘅贏。歡迎關注戒賭公益頻道，益點點。我哋希望用賭博嘅個案警醒嗰啲正在參賭、立志戒賭或已成功戒賭嘅人。賭場冇朋友，淨係得輸家。賭海無邊，回頭是岸。